騎練開齋日，金鑽貴人敗走日本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嘅賽後情書。開季到而家都已經跑咗6個賽日啦，有人歡喜就有人愁，有人就連勝幾個賽馬日，成績穩步上升，有人就6個賽馬日一勝難求。而今日終於都可以見到某啲未開齋嘅騎練，終於都開張啦。先係頭場田泰安終於都幫貴福特隻凌厲標區拎到嚟香港嘅第一 win。再之後佢憑藉住龍澤飛區再下一城，開齋兼起埋個孖。其實佢都真係幾唔容易，以近年新開倉嘅練馬師嚟講，佢啲馬都算少，到而家都只係得27隻，可能名氣唔夠大啦。初頭以為佢可以接收容天鵬好大部分嘅馬，點知容天鵬一個屈尾十去咗鄭俊偉嗰度，搞到鄭俊偉即刻變咗個中型倉，最近仲喺從化開埋倉添，呢啲就真係時也命也。而下一季又會有一個猛人金敏斯喺香港開倉，如果今季唔可以喺有限嘅資源入邊交到好嘅成績，下一季嘅處境我相信會更加困難。而除咗貴福特起孖之外，今日嘅丁師傅又係發圍兼起啤。第二場嘅丁冠豪拍住楊明倫嘅常喜發財，終於都為佢兩個帶嚟今季嘅第一 win。再之後嘅丁師傅憑藉住小鳥天堂大熱起孖。而呂健威亦都喺第5場憑藉住包裝戰將成功開齋，而尾場徐宇石同奧爾文亦都憑藉住幸運派彩雙雙開齋。今日絕對可以話係騎練嘅開齋日。今日總共係有6位騎練成功開齋，而隨住越嚟越多人成功開齋，邊個仲未開齋就顯得尤其尷尬。我哋先睇練馬師。暫時仲未開齋嘅就只有伍鵬志、尤達榮同埋葉楚航。其實伍鵬志出馬都非常多，唔知係佢啲馬未得啊，定係爭咁啲運氣，始終都係同頭馬失之交臂。前季同呂健威爭冠鬥到最後一步，上一季亦都可以見到佢成績係有啲滑落嘅跡象，而今季去到而家都仲未開齋，個感覺就好似同上一季嘅黎超星調轉咗角色咁。不過而家嘅佢只係啱啱開季，我都唔敢話佢成績一定差，持續及住啦。但係尤達榮同葉楚航兩個就真係唔知做咩啦，跑咗6期都仲係30部隊，尤其是尤達榮今日都有啲實力馬喺度，但係一個批都攞唔到。而葉楚航就一貫穩定發揮啦，始終都係下游馬房，都唔需要講太多。講完練馬師，睇下騎師啦。到而家有5個騎師都仲未開齋，最令人感到意外嘅就係上屆告東尼得主潘明輝到而家都仲未開齋，咁佢又真係運氣唔好嘅，連埋今日嘅佢已經有7隻第2，佢支持絕對唔少，但係就係埋門撐咁啲運氣，可能真係要去拜下車公。至於一啲外籍師傅，譬如金城江啊、董明朗啊、潘大衛，都依然未開齋。有時候真係好想問下，究竟香港係咪真係咁缺騎師呢？佢哋支持度普遍都唔算低，但係講真啦，有幾多好馬可以落喺佢哋手？要喺香港馬圈站穩陣腳，真係唔容易。至於你話毛顯東，算罷啦，下季轉做騎馬人，6個賽馬日先得3隻馬騎，轉做騎馬人應該揾得仲多過騎師。至於今日嘅另一件大事，就當然係金鑽貴人敗走日本，勇奪11名啦！大家真係要俾啲掌聲。其實去到而家呢個地步，去討論場地、時間、步速、騎師發揮等等各樣，已經係毫無意義。你幕後當日意氣風發，決定俾隻馬孭頂磅去跑啲咩一班賽特首杯，跑各樣嘅2級賽咩精英碗啊、短途錦標啊，諗住每一場都舐到盡，搞到隻馬5勞7傷嘅時候，有冇諗過會搞到今時今日咁嘅田地？喺隻馬最巔峰、最怪物嘅時候唔出去遠征，去到而家香港有一隻新嘅怪物出現啦，發覺喺香港已經揾唔到啲咩游水嘅時候，先諗住出去遠征，失敗就似乎係命中注定。始終呢個世界係冇幾多隻好望角。今集嘅賽後情書嚟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見。